郑义成嘅诗作对海潮嘅指点，到身體對1983年到2023年，鄭國學嘅詩作對主題理念到整體嘅詩嘅風格，主填填其幾年嘅增長，對詩嘅創作探索，對環保和政治運動嘅實踐經驗有所轉變。不過喺一條轉變中，鄭國學醫生珍愛台灣土地嘅精神，正是人權民主自由嘅價值，在倡議之中恆常不變。鄭國學喺社會參與還有實踐中擴大還有深化詩作嘅題材和結構，本詩作僅自我超越，未得進入台灣主題結構歷程中嘅政治、文化、教育討論嘅世界，將過程中感到嘅憤怒、憂慮、急躁，透過詩句深化咗冷清清澈嘅觀察。剛剛王教授所談的對我的詩的解剖，我非常的佩服。另外有幾個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有講過基巴像墨西哥的那個 Pose， 還有智利的內魯達，因為講用的呢，伊講伊感覺到怪奇怪啦吼，詩人有的詩人永遠唔寫愛情啊，就是那個情詩啊哈，永遠唔寫自然啊，永遠唔寫神話啦。社會有什麼東西啊？詩就不成為詩，詩人不成為詩人了。所以他說，大部分偉大的詩人都要寫愛情而且自然，還有神話還有歷史這些東西。所以呢，剛剛王教授也提到這些東西所以我稍微就是請大家也看看我的情詩寫得大概還不錯。